由東亞銀行冠名贊助 Academic Asia 英國教育博覽會以教育為主題，現場將會有1:1升學規劃諮詢。4大展區包括教育專區，提供免費模擬考試，為學生免費評估，以及職場為學生提供1:1輔導。大學展區為學生報讀牛、劍、長春藤大學鋪路。英國寄宿學校展區，英國學校代表親身飛到香港，為學生職場面試。教育講座由醫科教授、現職大律師、牛津畢業生、港大醫科生分享親身經歷。2月7號，合和酒店16樓大禮堂，到時見。